知唔知廣東21個城市古代叫咩名呢？廣州喺春秋戰國叫做楚亭，喺秦代建番禺城，喺唐代呢設立廣州都督府，個名用到而家。佛山古稱桂華鄉，喺挖地嗰陣挖出咗3尊佛像，因此得名叫做佛山。東莞因為境內有一座寶山啊，所以呢古代叫做寶安，加埋佢盛產莞草啊，又喺廣州嘅東部啊，所以之後改名叫東莞啦。深圳喺明代以前叫新安縣，咁鎮嘅意思就係水溝，所以深圳就係客家方言裏邊嘅深水溝嘅意思。中山古代叫香山，因為境內有一座山叫五桂山，裏邊啲花好香噶，所以啲人又叫佢香山，就用佢嚟命名啦。後來1925年啊，為咗紀念孫中山先生，就將佢改名叫做中山。珠海喺古代係屬於香山嘅一部分，但喺明朝嗰陣，佢係另一個名叫唐珠海。後來1953年就用珠海嘅名嚟命名呢座城市啦。肇慶喺以前咧係叫做端州，因為境內有一條河叫端溪。咁從北宋開始咧就改名叫做肇慶，係取開始吉慶咁嘅意思。清遠喺西漢設中書縣，喺南朝嘅梁代就置清遠郡，取清明廣遠嘅意思。惠州因為境內有秦江，所以叫秦州，又叫征州。但係宋朝有個太子叫趙禎啊，唔可以同太子叫一樣名啊嘛，所以就將征州改名叫做惠州啦。梅州因為古代係劉邦嘅大將梅娟佢嘅封地，所以地方就跟佢姓叫做梅州啦。喺清朝嗰陣咧又改名叫嘉應州。雲浮喺唐朝叫芹州，因為當地有一座雲霧山啊，一年四季上邊啲雲都浮喺嗰度唔散嘅，所以又改名叫做雲浮啦。湛江喺古代叫做岑村，喺清末到民國被劃歸為法國租界，統稱為廣州灣。茂名喺古代叫做高梁高州，喺隋朝啊，為咗紀念當地救濟黎民嘅道士潘茂名，就用佢個名嚟命名啦。江門喺古代屬於新會縣嘅，但因為西江同蒲江交匯嘅位置好似一道門咁，所以又叫江門。韶關因為境內有曲江，所以漢代叫做曲江。喺隋代嗰陣咧，因為境內又有韶石山，又改名叫韶州啦。汕頭因為古代有好多陀魚，所以叫陀浦。喺明代又因為沙脊嘅地形，所以叫做沙汕頭。潮州古代叫做義安潮陽，因為佢地處沿海啊，成日都漲潮退潮，潮水咁多，所以隋朝咧就命名為潮州啦。揭陽就犀利啦，從古至今都冇變過名嘅。嗱，點解叫陽呢？因為當地有一座揭陽嶺啊，係一座高峰啊。我哋話山嘅南面、水嘅北面就叫做陽。河源喺秦代叫做龍川縣，又因為佢係東江嘅源頭，所以又叫河源。陽江咧，古代叫做莫陽啊，因為喺古粵語裏邊咧，莫係指牛，陽就係指羊。莫陽就話呢度有好多牛羊喺度聚居啊。隋朝開始咧，因為當地有一條莫陽江，所以改名叫陽江啦。汕尾喺古代有兩個名啊，早期叫海陸豐，後邊咧叫汕尾。嗱，最後問下，如果你翻到古代，你生活嘅城市叫咩名呢？